在地人在地前来到云林包中乡马明山的镇安宫，边有一座2公顷大的5年千岁公园，总共有73个景点会当踅。讲行完规个公园，都要用1点半钟的时间，袂输咧行迷宫同款。这座公园嘛号称是全台湾上大上宽的公园。 下喷水的九龙圳气势不凡，计划有一座真大型的彩虹桥，是公园内面上明显的地标。规座公园占地是2公顷，总共73个景点，踅完一日都要90分钟，就亲像咧行迷宫。这么大的公园，伫云林的包中乡马明村，叫做5年千岁公园。好玩好玩，风景优美。 游客袂少，大家沿路赏风景，行入神秘的金仙洞，会当看到一尊一尊的神仙雕像。这个路会当讲拢是石梯，若行到喘啊，想要找出口咧，这个所在嘛有近路通行。公园内拢有指标，每一个景点嘛拢有写号码，只要对指标行，都袂找无路啊。花岗石这边那个花莲这边的捐给我们庙里，刚好这里就是有请了一个师傅他就来帮我们来造景。 5年千岁公园内面是非常大，景点嘛真多，撮合每天2、3千人造访的记录。若是假日的人阁加1倍，这是内面并无厕所的设备，上好伫咧外面先便所了后咧，才阁入来洗。